这普发现金1万块已经有人领到啊，不过伫南投就是一个妈妈讲，伊体格机还佫有2个囡仔登记要领，说互银行所扣做，就要对南投骑乌多巴去到中华的分行才当解除封锁。银行表示讲，这个扣做因过捌有其他的风险因素放伫管，不因为普发现金就甲锁起来。 这个住伫南投的妈妈手机也摕出来，明明伊甲2个囡仔普发现金拢总3万，已经伫12显示入效。当伊要转钱时阵，所发现无法度转，荧幕顶悬显示，请确认小户是毋是会使正常使用。 扰民啊，因为那个钱是行政院汇进去的，不是说奇奇怪怪的账户汇进来的。你还给我锁起来，我觉得蛮奇怪的。因为主体附近无分行，这个妈妈为了解锁扣做，只好载囡仔为南投骑车去中华，才成功解锁。事后银行是讲，未因为普发现金1万的交易，就甲扣做锁掉的。一方锁掉的是因为淹过，因为有其他风险因素立管，甲这个普发作业无直接的关联。金管会嘛回应，无任何 案例是因为普发现金1万入效，互人列做管控效户。比这个妈妈因为扣做锁掉的几百多岁，槟榔县西仔乡因为无邮局也是 ATM， 委托派出所代替发放普发现金1万。剩下3包你要不要拆还是不拆？我就不拆了啦。 全面领普发现金1万持续在进行。根据财政部的统计，到10时已经有1068万人领到1万。为17开始，民众到16间指定金融机构的 ATM， 看到普发现金的识别大纸，拢会当领。若是本人领，用家己的提款卡密码输入身份证甲健保卡卡号就会当领。若是未满13岁的囡仔，由法定代理人领，同款使用代领者的提款卡甲密码、身份证字号。不过健保卡爱输入囡仔的卡号。 ATM 领现呢，那么都不会收这个手续费，民众也可以跨行来领取，非常的方便。如果这个账户已经结清了，你空有一张卡片，那当然也没有用，啊，或者是说这个账户被警示或者被管控，那也会落到刚刚没有办法提醒出来的一个问题。 财政部表示，全台湾提供领现金的 ATM 有2.8万多台，覆盖率超过8成。但是拄到 ATM 显示暂停服务，也是无钱出来，拢会当卡 ATM 边的服务电话协助处理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